我是阿爷嘞，我是料理先生，我好煮菜，也好交朋友。料理唔但想做得本人吃饱，也做得来群人老人之间的距离。我用料理老大家分享我的想法、我的感动，还有我的爱。我是小虎，从这道菜，我请来食好食的东西。故说我对料理和煮食都有兴趣。我可以跟日式烤肉店，大摆我看到你吃到好食的东西，表现出满足的表情和快乐的笑容，这就是我真欢喜的事情。欢喜分享是一个有关愛和分享的分享。我哋今天帶定歡喜分享出發，去拜訪台灣辛苦付出的勞工朋友。假使有看到我哋，歡迎分享人嘅食材，希望大家做得讓我哋共下來歡喜盼作哦。歡喜出發了，祝紅海達掉時。到台灣有1100萬3個基層勞工，有一啲勞工朋友認真散漫嘅付出，唔驚風吹日曬，表出台灣安定嘅力量。我哋今天出發，去請一啲辛苦嘅勞工朋友，認識各行業嘅工作內容，還個用我哋嘅松鼠做一餐溫暖嘅料理，來為散漫做事嘅勞工朋友加油。海鷗搜救大隊是空軍老民眾最接近的單位，大概發生山難也是海難，行到第一線呢就會記到，都快嘅天時，快嘅環境，冒險到空中做救援嘅工作。今本日歡喜盼作就愛嚟搶一道點點的風險嘅英雄是澎湃哦。小虎，唔緊要，上色，唔好去啦，聽嚟叫你盼作啦。我全部都聽安排好嘅。根本係我一生一做，我哪有辦法？放心，還有經驗型嘅男人，連小幫手都未選好，含重量級嘅啊！真勁呀㗎！幾次個卡數講我嚟聽數嘅。重量級嘅。重量級係重量級啦，用來按後事嘛，就唔得了。小虎喺我來到嘉義嘅機場，我來請一些嘅神秘嘉賓，講佢今日會帶我去做一檔特別嘅節目，到底係乜嘅？我夾嚟看啊！哎，焦哥，哎，你到了？因為我好煮菜，不說就真然係從細看佢嘅節目台嘅，然後佢真然係算我嘅偶像啦，哈。我告訴你，我可是非常喜歡客家電視台《歡喜伴奏》這個節目，真的嗎？心想說，是不是有一天可以加入你們的陣容？所以才答應小虎來介紹這個基地啊。這空軍基地？對啊，對啊。跟你有什麼關係？你不是對做節目？裡面有一個海鷗搜救大隊，而且幫你們介紹這個地方，還可以一圓我當年的一個夢想。夢想？待會再慢慢告訴你。我先帶你去認識搜救大隊，好不好？好，走，來，走，你嚟看啦。那我們把2兩5兩，哎，小哥早，走，來，給你介紹一下，你好，這個就是處長好，客家電視台的，認識吧？認識，這就是歡喜辦桌的阿月姐啊，我平常都有看你的節目，是歡迎。還有看處長，你知道我今天帶阿月姐來這邊什麼目的？我知道是要讓全國的觀眾體驗我們工作的辛苦。沒錯，搜救大隊的辛苦，除了體驗搜救大隊之外，你知道接下來還要幹什麼嗎？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要幫我們辦桌。對了，知道
少了吧？对，你真的有看我们的节目哎。其实啊，还要满足我自己一个小小的私心。大家都知道，空军看起来一个个高大英挺，然后呢，穿的那个服装是特别的帅气，然后呢，又可以驾驶飞机翱翔天际。当初我也怀抱这样子的梦想，念了军校，一直到空军官校。后来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就没有办法去从事飞行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这一直是我心中很大的一个缺憾。原来是这样。对喽，我们就上飞机啦。不是直接上飞机这么简单。在上飞机前，其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是哦。海鸥搜救大队要在单位啊，迄有谈到完全就会到新闻啊，有乜个意外的事件，才会谈到的要按用的单位。对我来讲，迄当然无办法了解嘅一个行业。哇，哇总算看到飞机救难大队的飞机了。我们就是要搭这一台吗？对，我们等一下就是要搭这一架飞机。哦，对，那跟可以坐多少人？这里面总共可以坐14个人。可以坐这么多人哦。我看起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那接下来就请宋士官长介绍整个飞机360度的检查。好。我们在每一趟飞行之前，都会先对飞机执行360度的检查。一旦发现有安全的疑虑的话，我们就会按时发工，申请求专业来做协助支援修护。必须要在确保飞机在妥善的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去执行这个飞行训练或者是任务。没有梯子怎么上去？我们飞机上面本身就有这个可以让我们工作人员上去的一个结构，这就是我们的梯子。哦，藏在这个地方。对的。就这样。就这样是一个踏板。对，它就是一个踏板，然后上来，就跟攀岩一样。OK， 这就上来了。手好矫捷啊，还能够跑到飞机上面去看他们平常怎么保养、怎么维修。我觉得这个经验真是难得的不得了，真谢谢小虎出国，要不然怎么会轮到我身上来的？小心啊！2、3，对，上来4、5，对了，脚跟请上来 ，OK， 很容易嘛 ，OK， 很容易，你要不要上来试试看？这个这么容易的就交给你好了。好，这样子直接跨过去。对，跨过去，就可以到那边了。因为我们直升机的管动器直升机的部分的话，它主要是靠4片旋翼在转动来提升它的升力。所以我们上来之后要去检查每一片旋翼的这个它本身的结构。譬如说您现在看的这边的螺杆是否是固定住的？如果有裂纹的话，容易造成旋翼部分的飞脱，或者是造成危险。除了这个紧不紧，还要看上面有没有一些细的裂纹啊，或者是一些耗损啊，这样子的。对的。哦。所以每4片旋翼都要做这个部分的检查。是。接下来我们检查机油的油面是不是足够的。其实这个就跟车子一样。要去检查看它的油面，对，到哪个位置？对，它目前到这边的位置的话，就是它的油面是正常。是。对。保养飞机一定比保养车子困难很多倍。我们常常听人家讲，你开车子只要开长途，一定要对车子做好最好的那种检查。开飞机何尝不是？每天都会有依照这个飞行前的检查卡，依照卡项的项目来做各部分的检查。检查一个 run 大概需要花多久的时间？1个小时。哦，对 ，OK， 好不好？那我现在再把这个舱盖必须要把它确保它完全复位。好了没？机工长说，飞机飞行前安全最重要。就可能交个天然北上去啊，去检查，就吃到这真紧都要出发之前给。比安给安全，是真紧当冲业的，真紧松一口。在飞行之中呢，一趟出去我们就是5个机组人员。那我们后舱部分，像我们机工长的话，就是要负责我们机外的顾虑，因为毕竟教官前舱的视野角度是有限的。那尤其是在山区的时候，山区有时候障碍物或者是云层的影响之类的，我们必须要去适时的提醒教官的飞机外面的环境的情况。因为我们每一个动作都必须要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来完成。到处都有小机关呢。对呀，我这都记得做些
嘅眼神，然后佢哋嘅專業嘅態度，我知道係對佢哋一種寫佢哋嘅工作嘅一樣嘅精神。然後又還有嘅吊掛，嚇，可以向佢哋嘅救難嘅時節，然後是要有嘅籠嘅，然後一本嘅帶救者坐上去，然後一樣吊起來，然後佢哋就講咁樣就來吃草看哪裡啊，好，我就坐上去，喊吃到以後講還蠻舒服的，有搖籃的感覺。平常時呢，我哋做咧健身房做重量訓練，能夠提升自家身體嘅健康，冇還有辦東西嘅力量哦，冇可能總比按太薄。一個年呢最少總比減了60萬公斤。啊，這基本的哦，你主要講我哋練習手嘅力量、腳手，還有最難練到如果比，可能同比基鬆一比，啊，因高山哈，比按高，我哋習慣缺氧的狀態之下。當我身體去做些啊，開放的話，我哋因為我哋冇辦法親自自家比到開放跳下去哦。平常時訓練都加游泳池那邊訓練，我哋即個同事一個人做帶救者，我哋除咗6個人呢，去救伊。其實講哦，開放某一天風平浪靜吼，譬如你浪會個大，唔過游泳池最大那本做到嘢。就看到焦哥啊，然後就下去啊，放到給片，然後就硬揮手，硬揮手。愛唱一首澎湃，愛一個澎湃的大調戲。焦哥，对，我们来听取这些行前的一些任务分配。好，那焦哥，我先帮各位介绍一下。好，上面的就是主旋翼、尾旋翼、舱门。因为旋翼会转动，所以要进入飞机的时候一定要压低身子，要注意到头。待会执行任务的部分，每个人一定要带好自己的装备。好，然后注意到自身的安全。那最重要的还缺一个带救者。对，我啦！我就看到焦哥当脚就卡住，我还我想講，要卡住做乜嘅？帶救者就唔係就會架喺樹上本人救嘅，佢有乜嘅好長嘅咯。後來捱爭啲，原來係有本，我去山上樹訓，然後沒有海航嘅樹訓，結果佢當腳佢就卡住講佢要去先給山上。我自願擔任帶救者的角色。好，那今天我們就把這個角色給焦哥了。好，謝謝。阿月姐，我們安排你海上搜救的帶救者。海上？對，我等一下要到那個海裡面去嗎？這樣嗎？對，我會安全的哈，各位弟兄。接下來我們就準備出發了。OK， 好。哇，好興奮哦！焦哥就要起飛了。對，你等一下是要當帶救者，對不對？帶救者要做什麼東西嗎？要演啊，演帶救者啊。然後客家話救命叫做救命。救命。對，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我本来老多吼，佮别样其地度就从来得出国做个客机啊，哦，一招 V 一招 V 的，懂舒适，还有毛毯啊，还有点心嘛、饮料啊，结果连 V 的就冇，全部就坐到天来下，然后佮我买去上，佮螺旋桨去上动态上，完全冇办法对发。他讲冇办法吼哦，还做得丑都给底度大嘴骨，然后我听说要戴个耳机，个耳机底度冇音乐做会得弹诶，佢主要就保护人个耳功，冇本个噪音啊，就影响人个耳功。在飞机机舱里面只有这么大一丁点的环境，他们必须要准备那么多的事情，然后呢带上去那么多的器材，然后呢到山里面有山的装备，到海里面有海的装备，然后呢就在一个暂不直升的环境之下，还要把自己的装备做到更确实，然后去救别人。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一个在机舱里面的这个工种啊，他们所扮演的这个精神，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如果说我们去山上救援的话，会影响我们的，就是因为云跟气候、风、云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在山上要保持绝对目视的情况下，看得到落地点或地障。我们才能进入做一个吊挂或落地的情况。山上的任务只有在白天太阳出来的时候，可以完全看到山区的地形地貌的时候，我们才去做。应该都先比起个山头，然后就看到焦哥啊，就下去啊，就放到这片，然后就应挥手，要就当种正经的当演习啊。看到没有，辛苦吧？所以下次不管大家有没有这个机会，如果你真的100万分之一、1000万分之一有了一个被救的那个机会的话，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做一个非常好的配合者。养人带上的飞机，第一件事情呢，还要检查伊本身的生理健康情况，伊的生命真相。最简单的，还看一下人有没有清楚。那如果有钓鱼中，可看到许多心电图有冇？也是最新的吼，也同医院的合作的，就可以在飞机当中最新伊身体的状况，直接传到医院的病人。海面上比较不会有那么高的障碍物，相对的我们可以飞低一点，跟山上不一样。山上因为有树啊，有高压电塔，有流笼，所以我们飞低的话，对我们飞机是有危险。在海上，我们可以在云幕比较低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出去飞，就飞低一点。我最近当欠我起家，我本来老多讲，我做会到，我做得下去，给飞行机门打开来的时间，还忙行出去啊，心肝还迄本来迄当期待，然后当兴奋，后来就走到个飞行机门前面。然后他甲你个所有个救护士全部做好的，我无胆，看到个海风的个情形啊，个海啊，个浪唔会动态，不过真嘅很恐惧，讲讲我下去过后，其他会침动啊，个压力动态啊。
你爱用比多年呢？比6、7年呢。6、7年。系啊。张6、7年，然后就做得比都按稳咯。佢平常我哋比嘅地方啊，今日天氣無好，係啊。等你去看台灣最高嘅山玉山啊。係啊，我本來就想講去玉山。係啊。古說今日係因為天時。係啊。我冇落雨啊，咩冇風啊。山上的雲啊。哦，雲啊。青苔啊。哦，嘅雲向盤呢。雲啊，對我哋飛機危險青苔啊，看唔到重山啊，真危險啊。哦，好啦，不過有評論人係就帶轉來，什麼啊？一天會。今日的平常是什麼來咯？平常時攏是傳統的啊，加等比下來2點半的，冇傳統的冇飯食的。唔敢用廣東腔嚟開的，冇傳統好食。平常時咩安尼啊？你我愛叫人咩？講愛比落一比。对，原則上就是只要有人報案，我們就一定會出勤。哦，對。你們要不要講一下你們印象當中聽過或者是知道救難最辛苦的狀況是什麼樣的狀況？啱啱就去海豐。你有冇前面當然？我喺船嘅海洋5號嘅。哦。沉船。沉船啊，當過有當當然冇？當過48年。48。啱就。跟一度。台比昂機去3台，啊，去多轉，1台2轉，係啊，1台2轉啊。海州救護是差不多7年嘞，103年10月10號雙十節，那個國家研究船海研5號，離澎湖外海觸礁沉船，去到那邊就突然看到一顆信號彈打起來。然後我們才知道船的位置，那人員的話都在海面上等着待救。落海的人員總共48位，那最後47位已經救起來，那之後剩1位女性船員還沒有找到。那之後我那一架飛機繼續去搜索，然後最後被我們找到，那發現他沒有辦法自己上我們的搜救裝備吊籃，當下就決定，那就由我救護士出艙下海，然後協助他。當我接近他的時候，我才發現他已經歐卡了，就是沒有意識。我在澎湖過夜，然後整晚沒有睡，然後我一直在想說他的家人的心情。因救人的事真係冇咁簡單，故說。我哋請一位朋友吼，介紹日本海鷗搜救大隊救過嘅人，了解佢當時嘅情形。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要去做，就是去走我們台灣中央山脈最美的一段，就是能高安東郡這一段。那所以我就找了幾個朋友，然後走了到了第6天，剩下最後一個山頭，我覺得我可能是累，有點恍神，然後就有一個踩空，我就摔到這個山谷裡面。那我慘叫一聲，那後來向導說：“叫我站起來，那試試看走一下。”那我一走的時候，哇，那個眼淚是噴出來，就是好痛好痛。那他們才知道哦，事情很大條的，就是大概我的腳就應該就是斷掉了，所以我們就請了海鷗部隊來救我們。那很感謝他們能夠出這樣的任務。以前咩係比別人嘅啲選組，比幻象啊，幻象，係啊，那很帥耶。我俾人哋出貨，如比唔準去跳傘，跳傘如跌落海風，咩係對上嘅高管去講，都係救準來啊。哦，所以我現在來這邊是報恩的。報恩哦，對，其實我覺得這樣子的一種愛啊，就是要一個傳承一個，一個傳承一個。你們也知道說，我哋來也個目的，除了體驗唔到嘅工作，還有一個目的就係。我哋要來煮飯本的時候，要來盤走，給讓你們點菜，本地點出來，看你哋想嘅什麼嘅，盡量講唔怕。好，我喜歡吃三杯雞，然後吃無錫排骨。我喜歡吃蝦仁炒飯。我喜歡吃木瓜飯，然後東上會吃日本料理哦。我想吃一些番瓜料理。我喜歡吃滷肉飯。我喜歡吃水果沙拉。看佢哋做事情啊，就平常時佢哋就會按樣做事，按樣嘅訓練。希望透過這樣子的行動，讓這些小朋友知道自助、人助。我們家家來聽醫視頻啊。OK，小虎哥哥定了。
哦，哇塞25斤，哎。爱唱一色红彩，太家强怕你大掉西。校长好，焦哥好，哎，你好，欢迎，请坐，请坐，谢谢。一家己对我来讲，就是人生地不熟。啊，本来想讲哦，芹菜可能会有困难，然后没想到焦哥老神在在啊。反正来到呀，凊彩芹菜啊，啊，每个乜嘢芹菜？伊讲当然係水双乡嘅乡长啊，哈，唔識佢叫我插外頭，也唔會插外頭，當笑啊！海鸥搜救站呢，就在我们45联队水上机场里面。对，就是你们的驻兵，他们跟我是交情很好的，跟我们互动很好。是，没问题。现在重点来了，我们要办桌给他们吃。办的。对哦。怎么办？就是我们有一个欢喜冰箱，然后想要放在这个有市集的地方。欢喜冰箱，那跟我之前要推的那一种叫做食物分享的银行的冰箱是一样的概念。没错，没错。我本来是要放在我们公所前面，让大家把多余的食材放在那里，我们给需要的人这样子分享。哦，对，没错，这就是我们的节目的精神。这是好事，全力支持。没想到，你水双乡的乡长，虽然唔係客家人。不過，佢完全做得掌握嘅，許多係人嚟就講，哦，人家個節目會用嘅。我知道佢係真係當認真的鄉長。我們的客家族群不多，可是有啊，在那個三界谷那邊哈，他們那裡有一個很出名的叫做木瓜粿，木瓜粿，你們可以有機會可以去參觀看看。這木瓜糕是客家菜嗎？哦，不是客家菜，它有客家精神。因為我們客家人啊，都是勤儉刻苦耐勞，對不對？對。那因為三界谷那邊種了很多的木瓜，所以客家人就把它拿來串槍，跟做粿老，這會別有一番風味。木瓜糕，大概有吃過嗎？有一個成功國小，為了圓小孩子去畢業旅行的夢，全村就是共同用木瓜粿，把它圓了他們的夢。呢個交給潘公司過後。那規下就放心了。我知道，鄉長聽說要人來聽書。各位敬愛鄉親，大家好！客家電視台歡喜辦到的節目，來咱水上啊！明仔早透早7點甲9點，咱有一台歡喜冰箱，會放佇咱的水上菜市仔口。老百姓不用到鸦片的，唔知你嘅乡长真嘅有办法，老鸦百姓不用变人了。焦哥，我们现在再来去看看，募一些其他的食材，对不对？好，看还有什么食材可以。这个就交给他了，好。对，拜托。我们来这边找一些鸡蛋啊啦。干货对不对？干货。哦。来，我问一下。老板娘。早。一大早生意这么好。我是客家电视台啦，欢喜办桌，我们要去煮菜给搜救大队吃。那想要来这边跟你打工换物，然后募一些食材，可以吗？可以哈。哦哟。要做什么呢？帮忙吃那个捣练。哦，那他做这个，然后我还再来做别的。每一包要多重？就是150，然后称到30块。哦，30块。对。哦，好，这边比较热哦，你不要少称了哈，不要当奸商哦。好，那老板娘，那我去做别的。好。好，那就交给我了，老板娘，你可以去忙了，我不会偷吃。耶，我包完了。OK，好，做完
完了。我们现在工作完了，然后我要找我要的东西。甜辣酱有，啊，辣酱，对对对。好2瓶3瓶。哎，这个是什么？那个是花生辣酱，好吃啊！这就是这个南部很有名的这个啊，就这个，就这个。哎，这在北部看不到的，看不到蘸酱哎，这完全是道地的A杠哎。对。好，那老板娘，我要鸡蛋，鸡蛋在这里。是白鸡蛋，多抓几个。好，10个就好了。10个嘛，对不对？对，没关系。我包捣蛋，换鸡蛋。我那个包花生，换花生辣酱，对不对？没赖哦，谢谢老板娘，谢谢，祝你生意兴隆，生意兴隆，谢谢。青菜是一定要的。对，一定要的。好，来多买一点哦，买青菜哦，回家吃才会健康哦。老板，不好意思，我们是客家电视台欢喜办桌的节目，我们今天要去煮菜给海鸥搜救大队吃，可不可以跟你来打工换物？焦哥帮你卖菜，我帮你挑菜，好不好？来，买菜哦，90。哦，好，肠啊，今嘛一斤偌济？130哦。谢谢哈。哦，难怪是不能送葱的。来这里49块。来。哦，特别来这里。好。然后这个要怎么挑？叶子。叶子。把它分2份，然后骨头就不要了。买菜哦。买菜哦！老板自己种的菜非常的新鲜哦。对，有机的哦。耶，我们也已经挑这么大盆了。好，老板娘这样可以吗？可以哈。好，那这个都是要给你们的。哇，你等一下，你送给我们的比我挑的还多。不过其实我只是想要拿你这里而已。要来那个可以附加的。因为我们的节目啊，就是想要推广大家能够习物，所以说这一个。我觉得不要丢掉啊，我们拿回去把它就是清炒。那这样我们这就带回去了，谢谢你们，谢谢。越是到了乡下，人情味越浓。你跟他要1把菜，他送你3把菜，而且他们的东西又新鲜又好。刚才是苋菜啊，苋菜，漂亮。对呀，苋菜搭小鱼。我就是苋菜布拉鱼，没错，我就是要来这边找布拉鱼。哎呦，有。哎，你是那个客家电视台的阿月嘞？阿月姐。客家人嘞。哎呀，今天我哋欢喜拍做呀节目，可以做出一本给搜救大队生，对不对？我们呢就是想要来跟你打工换物，然后换那个布拉提。要了，我来，我那个。你要来送我？对呀。送奶哦。是啊，一点心意，谢谢。好嘛，看。处有爱心。是。真的，哎呦。安是谁啦？没关系。用来的就不是。嘿，人体包一斤。哇，谢谢老板。你看，也就会行到那边啊哈，都客家人就会按捏情。好，谢谢。安子 C 啊，安子 C。好，再见。好，走，继续走。你还缺什么东西？鸡肉应该会要吧？要啊。老板。你好，我想要跟你打工换物，换2只鸡。我是客家电视台，要去煮菜哦，海鸥搜救大队家，安尼敢会用诶？可以啊。这样好了，你那边那个鸡啊，鸡爪修指甲嘛，对不对？我来帮你修，围个围裙，这样比较像，对不对？怎么这个围裙只有半件啊？这个围裙最好的是它有钱袋，有没有？直接可以放钱。好，那他要做什么？你好像这样站着你就会了样子。剪脚趾甲，这个当然都会了，你看到没有？这样子把那个指甲这样剪掉，有没有？那鸡腿呀，都一袋呀。什么？鸡腿。鸡腿。后来。
我来，这个危险，我来。等来。还没起呢，还没爆。哦，哎，行，哦，110。客家电视台，对，欢喜饭桌，对，饭桌，对，等一下，我出来拍照哈，出来拍照。哎，也嘛该情形啊哈，啊，这样子，你笑，对。都修好了吗？修完了。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合格，可以吗？可以哈，可以哈。谢谢你，谢谢，祝你生意兴隆，谢谢。哇，真是处处有爱心，对啊，对不对？处处修指甲。我们再去看还缺什么东西。好，来，牙给用后哎，你请看那开始。焦哥，我们赶快来看看冰箱到底成绩如何？哎，真不错哎。哦，所以我们这里我看一下，有柠檬，然后肉、小黄瓜，然后南瓜，哎，还有米耶。那么大包的面。可以有炒饭，可以有炒面。好哦。大哥，有姐你好，请问你是要来捐菜？不是，我是国姓村的村长，乡长通知我来带你们去找那个木瓜粿，成功国小。OK， 好，那我们就跟你去。好来。也村长讲起乡长派来的，佢讲我等下就去个学校，去学校地度的小朋友诶，要做木瓜板，根本唔是真的也假的。听说夹你看啊！哇，这个小学好迷你哦！好迷你，就是成功国小。哎，看到他们了！哇，他们就在这里嘛！好，这边好。哎，好，你好。哎，校长你好。欢迎你们。你们是几年级？6年级。哇，全班吗？对，全班吗？那一位也是同学啊，老师。蒋老师。好，那今天呢，我们呢要来跟你们学做木瓜糕。除了学以外呢，我们也可以帮你打工换物，因为我们今天要去海鸥搜救大队做菜给他们吃，所以你们做的木瓜糕我们要带过去，可以吗？可以。你们最想要我们帮你们做什么？帮忙卖出去。帮忙卖出去。没关系，这个问题 OK。尽管是一个迷你的小学，但是他们彼此发挥的那样子的那种精神，在校长、在老师、在家长大家的那种带领之下，这9位小孩子表现的都不错哦。他们真的是有功夫哎，他们会耶。刚才我们一进厨房以后，他们自动分组，分成3组。好了，第一组，他说他们叫做消乐，他们是负责木瓜在削皮。这边呢，刮刮乐吗？刮刮乐，他们负责把那个木瓜里面有一些籽刮掉。后面那边有4个小朋友，那叫串乐。他们负责把那个木瓜都串成签。吃到一条小朋友诶，虽然讲也一般的细，不过记得真件係全部当乖。来啊，看记得做事情啊，就第讲吼，也真件唔係因为爱到去记得张批合爱到，平常时记得就係按样做事，按样嘅训练。後來焦哥就講哦，老佢用直播嘅方式啦，然後佢就賣木瓜板啦。Hello， 大家好，我係張雅麗，呀哈，我來到鴉片啦，係詹介埔嘅成功國小。我們今天呢，就是要來幫這一群小朋友來募他們的畢業旅行的旅費，因為這個三界埔這個地方呢，有很多的木瓜。別人做的是蘿蔔糕，裡面是蘿蔔簽，他們是用木瓜來做成裡面的簽。做完了以後呢，他們要義賣。整個臉書的粉絲回響是很正面的，大家都願意用他們一點點的愛心來協助小朋友完成他們的夢想。希望能夠透過這樣子的行動，讓這些小朋友知道，我要得到一個東西，我必須要努力付出。只要我努力付出，相信自助人助。這邊有一個人要來給我買東西，你看。
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等一下，那你是拿他的照片吧？不是，他怎么不会动啊？啊，好，他会动。会动了吧？来，大家看一下。也是，俺是都踢球的另外一片哦。你这攀走鸟来波波一下哟。当好啊，好多我强我唔记得嘅。大家可以咪撞下支付来嘛？梗免下支付啦，唔咱用安太早，梗用去甲抢的啊。古说也下其实带来来，去看个搜救大队啊。你也来抢，我也有点后悔，我篡位。几后悔啊？哈？因为射都很灿烂哦。哎呦。唔讲吼。关系的嘛，大家也天马座来关心被吵的哦。哎呀，我讲一下吼，我就一下头个老小朋友的乡下做个木瓜板。木瓜板。嘿，木瓜板。每天我木马朋友，加加就听20斤啊。OK， 小五哥哥定了20斤。好。OK。好。唔讲的哦，到时就证明机动也不卡去了。唔怕。啊。慢慢抢。还有听到20斤的，因为抢临时的，无办法好去宣传，也是讲去请朋友，大天发来，也是讲去看个直播，我迄两个想想啊吼，好得没有交割啦，因为交个朋友按多啊，鼓手个也老去募集个木瓜糕个数量，所以呢应该成绩还不差啦。很周到。好，经过所有的人齐心协力的共同努力，对，成果已经出来了。哇，这种有多少斤啊？这有多重？25斤。哦，哇塞，25斤，我觉得你们呢，今天非常的称职，然后木瓜糕做得非常的棒。你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梦想吗？就是说，长大之后有没有想要做什么？你长大想要做什么？就是关于海洋。关于跟海洋有关的，是不是？你呢？开飞机。你要变成开飞机的？对。真的吗？你呢？你想做什么？关于近视的，当游览车的司机，想要当兽医。因为我们今天呢，倒是可以带刚才想要开飞机的，想要他要军事的，然后带你们去看飞机，好不好？然后去认识飞行官，好不好？但是呢，我要带你们去这个基地里面去做菜给他们吃，可以吗？可以。你们帮忙当小帮厨，好不好 ？OK， 好，走，我们一起走，一起走，来，我们先走。好，我拿了这个板，随后就来。拿我的直播机，走啦！全部做好诶！哎呦，看呐，也贵重做诶，真件当澎湃。那上面是 yogurt。都有按多个天数嘅小朋友，还有一只按太早嘅小朋友，乡下我来做马街咧。大家有没有吃过爱玉冰？有没有？那有没有洗过爱玉？没有。好，它是原本就好像是长在树上的一个果实。对，那果实呢熟了以后掉下来，果实里面就是一颗一颗的小种子。这个小种子里面它会产生很大的胶质，
所以呢，我们要借有一种叫做洗爱玉的动作，要慢慢的洗，不能够把它洗破了。对，玉子烧，再把它放在这样红萝卜上面，就这样。这个呢是沙拉酱，我们呢一条就好了。这个食指拿这个竹帘，然后另外这3只手轻轻的扶住蛋，然后往前压，先往前压，先一段式往前压，固定了之后，我们再把它拿起来，好，竹帘拿起来，好，然后之后再把它往前推，打开，它就会有一个碎哦。好。全部做好诶！哎呦，看呐，同珠做到一下日头落山诶，也规装作诶，真件当澎湃。用的来呢，除了你嘅交割哦，还有你的小朋友穷下天数，张有亚一种种。我要问我们后面的弟兄们，饿了吗？饿。好，早就饿了吧？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让焦哥来喊开动好。OK， 1、2、3，开动！好，是看啦，呀就黑木瓜糕、木瓜板啦、木瓜板，哎，种点的菜呀，哎呀，是看啦，是看啦有空样嘛？可以来给我试咯。啊，闽南没有呀出菜系嘛？有啊。哦，然后开甲报告，呀，你呀所有嘅菜全部就喺家己水上香。所有嘅你嘅乡亲朋友，記得話本出來嘅愛心，能夠讓整個軍中弟兄們平常的辛苦，讓透過電視讓所有人看到，的確軍中個個都是帥氣的，你看沒有？講着講着飛機又開始起動了，我們在吃飯，人家還要繼續的訓練，這就是真的軍人。我告訴你辛苦的地方。對啊，來吃一口沙拉。能吃一口啊，不能吃第二口。哎，对，尝尝看，这个是洛梨沙拉，是很好的，跟一般的沙拉不太一样。那上面是 yogurt。看到你嘅空军弟兄吃饭的时间，全部就有那种满意嘅这样的感觉啊，就吃到一系列都有意义的事情。大家吃饱了吗？吃饱了。哦，吃饱了。刚才处长说要说什么？懂我有样呀模样。有样哈。OK。啊，因为正经来什么，还要搜救大队，你按样多所有嘅兄弟朋友，本来就上比样机，然后体验佢哋嘅工作，正经当危险，然后要当辛苦，还爱。什么？你按到嘅小朋友诶，好，当认真的做一木瓜板来，不然你太感人生，亲密还有什么？根本也，让我天数青岛嘅交割，安子谁？安子谁？安子谁？小时候在家读书的时候，常常吃到木瓜板，对，因为真的很好吃。隔了这么久，今天吃到了，真的心里很温暖，就想到以前在家乡的那种感觉。人做下退路吼，对台湾人唔会抗压的，人出事情那会可是抗压的。人情况下有你来愿意来抢人示范，讲真抢人示范，还够欢喜，讲真的，做行业吼，个骄傲，
我的行业会提给上重要的事情。例如阮今年讲，下摆做嘛该有小朋友都来讲，叫做老师，没有小朋友讲，叫冲来冲哦，做伊个史比安演员。我讲请好，做到这个行业，我很以我这个行业为荣，然后也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你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机组人员大家要共同的完成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又是一个救援一个工作，是有意义的事情。每一个生命，我是觉得都不能放弃。找到合的嘅飞行基地度，比到台湾嘅上空，顶下嘅腳下有東江嘅長山、水田，頂下嘅順風有一條後生、勇敢，用自家嘅生命保護平原嘅空中救護者。唔管係風景，也係人，都係台灣親像嘅畫面。最幸運嘅係，我就生活到一片強強嘅土地上。一天內，堅持夢想，我感覺幸福。因為有你。